综合报道。疫情解封，边境开放，近期大大回温哦。也毋过，饭店甲餐厅拢正欠人。高雄餐旅大学一等有上千个毕业生，今仔早起学校办就业博览会，到140间公司拢来抢人，现场是提供3000外块。学生伫12个单位和业者面试，以培育观光餐饮人才为主的高雄餐旅大学，10号早起举办就业博览会，超过140间业者来征才，其中阁有几60间有名的饭店，计共开出超过3600个课，凸显关旅产业欠工，阁有抢人才的状况。提供了我们大概有3000多个职缺的位置，所以平均来讲，也就是说我们学生呢，大概一个人有3个以上的职缺可以去做选择。其实还蛮好找啦，因为我们学校有合作，所以就是你要找什么工作就比较简单。业者着急咧找人才，因为这2年疫情大大解封，原本落这关旅产业阁渐渐兴起来。不过因为无薪假、裁员等因素流失的人才，早就已经做别度啊。为着要解决欠工，有业者就提出较好的薪水或者是福利来抢人，也有业者早就锁定和餐饮学校做3学合作。同学可以在就学的这期间学到很多关于餐饮的相关知识，那可以就是一毕业的时候，可以直接跟业界去做一个接轨。满90天，工作满90天以后，我们正式的同仁，我们立即就享有全球君悦酒店12个晚上免费住房的这个机会。事实上，不是干那关旅产业有欠工的问题，劳动力发展署也讲，目前各产业都有欠工的状况。为此，劳动部等单位也举办真侪场征才活动。高雄餐旅大学也呼吁业者会当加了解新世代少年人的想法，提出适合的条件来抢人才，才会当创造双赢。记者高雄报道。